20世紀少年網絡，我係 Vanessa， 好啊，咁大家見到呢一個開場係我負責講咧，就知道今日嘅主題我負責揾啦。咁啊，喂，都係一般要分享下大家啦。我其實咧有特登留咗一個故事喺我自己嗰集分享嘅，就係我最近發生一件好尷尬嘅事啦。其實咧，我懷疑呢件事係好多社會人啊、工作嘅人都會發生啦，但係喺我身上發生係比較少嘅咁樣。咁咧話説咧，我而家大家都知我喺英國工作噶嘛，咁我就喺一個球會嗰度咧幫手帶 tour guide 咁樣嘅。帶 tour guide 真係你帶咗 tour guide？唔係，即係喺球會裏面做 tour guide 帶 tour 咁樣啦。其實係一份幾有趣嘅工啦，啲同事都好好啊，勁錫我啦，大家都好 friend 咁樣。咁但係咧，總係會有啲好鬼奇怪嘅同事噶嘛。咁我其中有一個同事咧，就係出晒名，個人比較 rude 啊，比較麻煩啊，講嘢亦都好。係咪就係唔肯食你個月餅嗰個？其中一個啦，話有啲英國人唔係好好食我個月餅咁樣啦，呢個係後話啦。但係佢咧就係咧超級中意自己帶 birthday tour， 即係咧我哋咧係有啲小朋友咧係會咧訂咗我哋嗰個球會 tour 當係慶祝生日啦。咁我哋咧就會係 VIP 嚟嘅，佢哋就會自己，佢哋就唔會同公眾一齊參加，佢哋係自己訂咗一個團咁樣啦。咁就叫 birthday tour。咁其實我哋咧我哋大部分正常嘅同事咧都唔明佢貪個 birthday tour 啲乜嘢啦，但係佢就好 proud 自己係帶 birthday tour， 所以佢係唔俾任何人去參與呢件事。只要有另外一個人被 assign 要帶 birthday tour 咧，佢就會仇視嗰個同事啦。即係大家都知道我幾好相遇啦。咁其實咧我係一個帶 birthday tour 帶小朋友嘅熱門人選啦。咁但係我自從帶過一次之後咧，我就開始俾佢仇視，唔係好中意我啦。跟住我就覺得喂，唔好住先，我冇要求。好鉗啊！係我老細assign咗我帶，我咪帶咯。我冇特別想同你爭㗎，你中意你做飽佢咯。唔知你中意啲乜咁樣啦。咁咧話説嗰日咧，大概1個禮拜前啦，我就同佢一齊要參加一個 birthday tour， 就係佢負責講，我負責做 support 支持佢嗰一個人，幫佢手做嘢咁樣啦。哇！跟住佢勁鉗啦，佢勁緊張啦。俾 hard time 你？佢 hard time 我，佢真係男女啊？男仔嚟嘅，佢就係咁同我講，Billy 你唔好企喺我身邊啦，你唔使做嘢㗎。你睇下前面嗰間房嗰啲人得未啦？你同佢講，叫佢講快啲啦。平時佢個人冇嘢㗎，即係平時個人都鉗，但係冇咁鉗啦。佢一 birthday tour 嘅時候就上身，佢就好希望所有嘢都勁 perfect 啦。King of birthday tour 啊，佢係。係啊，跟住我就好驚啦。跟住呢個時候咧，我老細咁啱就經過啦，就見到我好騰雞喺度，唔知又唔係喺個 tour 嗰度啦。佢就問我發生咩事，我話因為佢就好緊張，所以就係咁差遣我喺前面嗰度催前面嗰個人。你係佢嘅一個 thread 啊。係啦，跟住我老細知道咗之後咧，竟然喺第二日 B 佢喎，佢就話你唔可以咁樣 behave 㗎，你唔可以咁樣對 Billy 㗎，因為即係我老細勁中意我啦。咁你又好尷尬。係啊，我老細超中意我啦，所以我老細勁戥我唔抵啦。但係其實我嗰一刻只係因為你問我，我先向你呻下啦。但係佢就竟然 B 佢，然後咧第二朝早我收到呢一個同事嘅道歉 message， 寫咗個千字文俾我，一個鬼佬寫咗個千字文 sorry 咩？即係雖然咧，我嗰下係真係好想輸咗個口悶氣佢，但係將件事搞大咗啦，同埋佢一收到個千字文 message， 我係真係超級尷尬，我勁 embarrass 咯。其實我同佢係冇乜嘢，未去到好差關係嘅咁樣。咁我都同佢咁如果係咁樣，我會覺得個老細跣咗我咯。但係因為嗰個人就係鉗，咁佢鉗就由佢咯。個問題就係我唔知道外國人個文化咧，可能係咁，因為其實咧，我成日都會同我啲比較熟啲嘅朋友咧喺度呻啦，即係你知講下歌舌嘢，翻工一定會噶啦。咁咧有時咧遇到一啲我覺得好小事，我真係想呻下嘅嘢咧，對於佢哋嚟講係超級大件事，就話 Billy 你唔可以成日都咁好人㗎，你唔可以俾佢哋咁樣恰你，你要同佢講。我就發覺佢哋咧外國人係好中意當面同你講，你唔準咁樣。你再係咁樣嘅話咧，我就同邊個，即係佢哋會好直接咯。但係我哋香港人就係屌是但啦，少少事喺背後呻下咪算咯，咁就好唔同文化咯。好多呢啲文化差距，就好似我上次想投訴一個同事咁樣，我覺得都可以分享一下。可以啊，你分享。總之就我之前翻工咁啊，總之咧就有個同事咧，佢嘅行為有啲想講佢行為有啲不舉添，我都估到啊，係咪有啲不檢啊？咁總之係嗨身嗨勢咁樣啦。咁我哋就佢印度人嚟嘅，咁我哋就我啦，同埋我另外有幾個同事咧都投訴咗佢向呢個 supervisor。但係當我哋投訴嘅時候咧，就係話唔知邊一個人可能 mention 咗一下佢個 race， 可能就話嗰個人咧，咁我哋唔係好熟嘅，所以唔知名啦。咁可能嗰個 Indian guy 又或者係有個人唔知講咗話我就覺得唔係好舒服，我唔知係佢文化定係點樣啦，唔知佢印度文化，即係可能有人咁樣 mention 咗啦。咁所以咧就導致我哋將呢一份投訴嘅 report 掉咗上去啲 supervisor 嗰度咧，
佢哋收到嘅資訊就係 racist 嘅問題啦。係啦，就收到底係佢摸我哋啊，定係我哋呢幾個人喺度種族歧視佢啊？你頭先一講 Indian 嘅時候種族歧視，我即刻諗起 racist 呢個問題，因為呢件事喺英國都好嚴重啦，我就覺得你哋要小心啲咯。點知真係中。係啊，所以我哋嗰度就有個 CBC 同事就同我講啦，就話你嚟到加拿大咧，總之同人哋要講親呢啲嘢咧，就千祈唔好提 race， 唔好提性別。係啊，最好直接叫名，因為佢哋好左膠。咁當然最後好彩呢件事就係冇 blame 到我哋啦。如果佢真係因為咁樣而話我哋，我真係嬲到飛天。大佬佢摸我喎。係煩㗎，你去到外國咧，即係呢啲嘢咧有好有唔好。好嘅話就係我哋作為一個 Asian 啦，我哋都可能係受保障嘅一群人，即係你知道我哋都有機會被歧視啦咁樣。但係咧，唔好聽啲咁講嘅話，其實都幾煩咯。煩係，我明你講咩，但係煩真係佔咗好大部分，因為最近啊，我輕輕咁評論呢件事 ，Selena Gomez 喊住咁樣喺佢自己社交平台，即係個 live 嗰度就話。點解要驅逐嗰啲非法移民美國嘅墨西哥人？我嘅長輩都係70年代喺墨西哥嚟美國，我覺得佢喊到咁啊，好慘啊！咁樣，我真係好想做啲嘢幫佢。跟住咧，即係我睇係啲媒體再報翻呢件事咧，佢就話下面嘅網民咧都唔係好熱衷去支持佢。我就係想睇下啲網民嘅態度係點啊！我發覺最近個世界又變咗啦。我哋曾經經歷過好左膠嘅年代啦，好大愛嘅年代啦，但我發覺呢近幾年，可能呢3-4年咧，開始慢慢又變翻反呢啲咁嘅大愛。係好，唔係佢哋真係好左膠。我嗰日喺 Facebook 嗰度咧見到有條片啦，就係有架遊艇，因為有幾個後生仔鬼仔嚟嘅，咁就有一條鯊魚咧，成張 sofa 咁鬼大條喎，起碼跳咗上架艇度。咁嗰個艇係講緊。即係好細嘅啫，即係容納到幾個人可以唔可以大家喺上面跑嘅，即係只可以行，即係樣一樣咁嗰種大飛嗰種 size 啊，有條咁大條鯊魚跳咗上去啦，跟住大家就喺度影佢啦，然後嗰隻鯊魚就喺度發啦，跟住就大家冇，佢又未至於大到咁樣。即係嗰條鯊魚就係喺嗰度發嚟發去啦，然後大家就要哇屌黐線嘅傻嘅，哇估唔到竟然衝一條鯊魚上嚟，大家就覺得好神奇啦，乜撚嘢事？即係做乜出海會彈咗條鯊魚上嚟？佢唔係釣上嚟嘅喎，佢跳上嚟嘅喎，咁樣啦。跟住下面有個人即係嗰啲留言就話：你哋全部喺度拍片，冇人諗住救條鯊魚。唔係我明嘅，救咗條鯊魚固然係嗰個人做得好啲，但係你有冇諗過嗰啲人其實都？唔明啊！我唔明，冇唔明啊！冇明過 sorry。乜撚嘢啊？嗰條鯊魚嚟嘅喎，仲要咁 Q 大條，發喎！你知唔知幾重呢啲魚？即係望一望嗰個 icon 就係嗰啲戇鳩大愛人。講明俾大家聽先 ，Vanessa 係超級憎呢啲人嘅。所以其實你好容易被網絡攻擊咯。我明白點解你成日喺 Slack 同人鬧交啊！你呢一類人，除咗你有好多人會得罪咗之外咧，其實你個人本身都好搶口啊，所以你就好容易同啲人鬧交啦。係，因為我個人都搶口咧。Anyway 就係咁啊。總之嗰啲左膠度啊，我哋其實應該唔係第一次講左膠噶啦。我哋其實喺呢6集裏面成日都講，因為你實在太憎啦，所以你經常會提到呢個字。唔係你講先㗎，係咩？係咪我都唔中意？你講你同事啊？但係我同事唔係左膠嘛。但係你講佢哋嗰啲處理方法啊嘛，你知啦，即係佢哋咧又會點樣文化真係好大差異。喺呢件事上面，我覺得我左膠啲喎，我啲同事全部都叫我你要企出嚟，要同你鬧交咁樣喎，我就成日都息事寧嘅就話算啦，好小事我信下你咁樣咯。有時啲文化差異真係遲啲可以慢慢講。佢哋食飯食20分鐘，我 lunch time 得30分鐘。我哋呢邊都係嘅，即係咧啲咧講緊小學生咧 lunch time 得20分鐘，傻㗎。明明咧啲英國人做嘢係慢條斯理 enjoy life 好慢吞吞嘅喎，但係佢哋食 lunch 得30分鐘，勁多嘢食，成日食到好似我成日都係咧餓狗搶屎咁食。係外國人咧唔注重飲食呢啲嘢咯，佢哋好中意咧就咁拍一個三文治就算咯。我之前翻工咁樣咧，嗰個 break 咧又係得30分鐘啦。我個同事靚妹咧喺度拍薯片，佢帶翻嚟㗎，即係食薯片食糖咯。呢啲就係佢哋嘅嗰啲 snacks，就係佢哋個一餐啊。係啊，我想講我頭先嗰個奇怪同事咧，我有一次同佢一齊食 lunch 啦，嗰日冇 free lunch 啦，星期6日要自己帶啦，佢就帶咗一個 plain 嘅 pasta， 係冇醬汁嘅 pasta plain 嘅。然後倒咗一包薯片碎落去，撈埋一齊食。好勁啊！好勁啊！我望到之後心諗，跟住咧，我呢個時候咧，我就問：carb
炒 carbs 已經好怪啦，即係粥炒飯咁樣啦。係啊，跟住咧喺呢個時候因為我驚我自己柒啦，我就問咗一個我比較熟比較 friend 嘅英國同事問佢咁樣食係正常定唔正常？我驚我咁樣突然之間覺得佢好奇怪，係我自己戇鳩。佢話唔係啊，好奇怪啊，冇英國人係咁食㗎咁樣。啊，好怪啊！好，再講，你開始啦。好，我哋開始啦，好唔好啊？係啦，我今日準備嘅題目咧係世界七大奇蹟。咁啊，世界七大奇蹟咧，聽就聽得多啦。咁大家又數唔數得齊係邊7個咧？不如咁，我而家咧喺呢個我而家喺開始之前咧，即係講所有嘢之前，我俾3秒時間大家試下喺心裏面數。Vanessa 你都可以試下嘅，雖然我覺得你唔使，因為我知你一定數唔到，但係你可以試下。七大奇蹟啊！七大奇蹟。最出名即係古代世界七大奇蹟。你自己數個3秒啊！我唔使3秒啦，不如就你喺度直接估嘅時候，就係嗰啲時間俾啲觀眾估啊！你而家開始講啊！我早排有問你嘅，跟住你就話你係講古代嗰個啊，定係咩？係咪呢個？古代嗰個係啊。因為 Billy 成日有好多呢啲擺喺口袋，咩幾多大古文明啊，幾多奇蹟啊，幾多唔知乜鬼嘢啊！擺喺口袋。我講第一個空中花園巴比倫。中喎。跟住金字塔。中啊。萬里長城係咪現代啊？中。OK， 喂，收翻埋。冇得收翻埋啊，因為要進程啊 ，come on 要嚟啦。OK，有個人企喺中間。我知你講咩，嗰個係中嘅，幾好，你俾個引子我應該介紹佢。兩盒之間嗰個士兵，跟住有個咩廟，有個神，好多廟喎，有個神，有個遺跡。OK， 我當你中啦，都係個神廟，仲有2個機會。七大奇蹟有冇啲係我 miss 咗一個係我你咁都諗唔到咁樣？唔會啊，其餘嗰啲我都預咗你估唔到㗎。亞特蘭蒂斯。錯，跟住咧。759阿信屋。好，就呢個中喎反而。大家咁睇。OK，咁唔好話 Vanessa，我估好多觀眾其實都未必數得到啦，所以就有咗今集呢個節目啦。咁其實咧今日分享嘅咧係屬於一個歷史啦，其實就完全唔願意，亦都冇乜討論啊或者爭吵啊或者爭辯嘅空間，大家就當係聽下古仔咁都幾好啊。所以今集咧我希望唔好做得太長，我哋短短地好唔好？可以。咁咧，其實世界七大奇蹟咧係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嘅。就好似頭先我哋有講過啦，古代七大奇蹟啦，中古嘅世界七大奇蹟啦，同埋新嘅世界七大奇蹟等等。所以我先話大家未必數得到咧，可能係因為混雜咗好多唔同版本嘅七大奇蹟。龍蛇混雜啊！依家我哋呢個 period 咧，同大家講我哋就快新年，所以呢段時間好混沌咧，就係龍蛇混雜。你又話唔提時間嘅，搞到我哋好似遲都唔出片咁樣。再講啦，咁睇下即我唔會剪走佢，你剪走佢。咁其實最早有七大奇蹟嘅記載咧，可以追溯到翻去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人希羅多德咧為咗研究希波戰爭咧，係遊歷咗地中海一啲沿岸嘅國家㗎，並將佢哋咧收集成為資料，編寫成為歷史呢一本書。喺內容裏面咧，佢哋提及到一啲關於巴比倫嘅城市規劃啦，又或者係古埃及嘅金字塔等等。咁呢一啲咧，亦都係有關古代七大奇蹟最早嘅文字記載嚟㗎。去到公元前334年啦，亞歷山即係耶穌都未出世啊！亞歷山大大帝咧帶領古希臘咧大軍征服咗成個波斯帝國。古希臘咧喺呢個時候咧達到咗鼎盛嘅時期啊！喺呢個時候咧，出生喺古希臘殖民地利比亞著名嘅詩人、學者以及目錄學家卡里馬科斯咧，就喺當時古埃及嘅亞歷山卓嘅圖書館任職嘅時候咧，就編寫咗一份名為《世界各地奇蹟》嘅文獻。不過咧，呢份文獻咧已經失傳咗㗎啦。咁去到公元前2世紀啦，拜占庭人斐羅咧，佢寫下嘅一個《世界七大奇蹟》呢一本書咧，描寫咗當時喺地中海附近嘅7個偉大嘅建築，分別係嗱，而家要數啦，埃及嘅金字塔啦，巴比倫嘅空中花園，奧林匹斯嘅宙斯神像，咪呢個咯，以弗所嘅阿提密斯神廟，哈利卡納素斯嘅摩索拉斯王陵墓。羅德島嘅太陽神銅像，同埋亞歷山大嘅燈塔，你都真係講中咗幾個嘅其實。亞歷山大燈塔啊，我記得。係啊，嗰個燈塔應該係最唔出名，所以大家可能都未必。你咁樣講我就記得咯。我想問，以弗所係咩嚟㗎？以弗所係一個土耳其嘅城市咯。以弗所書。我好想去嘅，當年去土耳其旅行嘅時候，點知我唔夠時間去唔到，成為咗一個遺憾。我會再去嘅。你要唔要同我一齊去土耳其啊？要。不過咧，其實呢一本《世界七大奇蹟》嘅書咧，亦都已經失傳咗㗎啦。咁啊，直到去公元後嘅7、8世紀，其實都已經經歷咗差唔多10個世紀嘅1000年㗎啦。歷史學家不得了個不得，sorry。喺佢嘅著作裏面咧，有一份論文咧，名為《關於世界七大奇蹟》，
佢就記錄咗咧斐羅當時所列嘅呢個世界7大奇蹟啦，就係現今咧最早嘅完整記載，亦都係未失傳嘅。而亦都係因為呢一個第一代嘅世界7大奇蹟，又稱為古代嘅世界7大奇蹟啦，大部分咧其實已經唔存在喺呢一個現今嘅世界㗎啦。所以其實呢一份嚟自於公元後7、8世紀嘅論文咧，可以話係呢一個世界7大奇蹟存在嘅最古老憑證嚟嘅。亦因為斐羅係拜占庭人啦，所以其實你唔難解釋咧，所謂嘅古代7大奇蹟咧嘅位置其實都幾集中喺地中海一帶嘅文明啊城市裏面㗎，而亞洲嘅文明咧係完全係冇嘅。係真係冇，所以你頭先講萬里長城咧，其實係唔中，就係咁解啦。但係可能佢見到都覺得好宏偉咧。一定，其實我覺得萬里長城嗰個宏偉程度咧，係勁過頭先所列嘅好多建築。我而家俾你睇啲相，你就會覺得哦，其實都還好啦咁樣。有相㗎，我今集係。我好想去萬里長城嘅，其實。我行過一段。一段咋？嚇！你行唔晒㗎，你玩嘢。最近有個 meme 咧，係話我試過參與長城嘅修輯啊，就係佢喺長城嗰度影相嘅時候咧，拱咗嚿磚出去，跟住快。我有睇嗰條片好出名嘅嗰條片，好好笑。我覺得今集咧好適合我喎，因為我就係呢啲咁嘅歷史撚咯，即係大家可能唔知啊 Vanessa 就會知我幾中意歷史啊，而今日咧就係講啲勁歷史嘅嘢。真係瞓着。係可能未必好啱大家。唔係，得聽下你繼續。咁啊，我哋而家咧就開始，不如逐個講下啦。我每一個都唔會太長嘅，唔使驚。brief 咁講下每一個7大奇蹟啦。咁啊，第一個一定要講下最出名嘅一個啦，就係胡夫金字塔啊。咁咧，胡夫金字塔咧坐落喺埃及嘅吉薩啦，係現今唯一仲存在，亦都係咧最古老、最早興建而成嘅古代世界7大奇蹟，超勁！佢係最早興建成啦，但係唯一一個保存住嘅咯。係喎。佢仲要係拋離其他嘅世界7大奇蹟嗰個嘅建築時間超遠嘅。唔得啦，真係好鬼鬼啊！呢啲嘢，我真係覺得好多呢啲好舊嘅建築，然後咧又要對到嗰啲星準晒，係真係超癲咯！你而家都你要好精密嘅儀器去推算，肯定有外星人。呢個係金字塔嘅神秘學啊！真係呢個啦，巨石陣都係。咁咧，佢亦都係古代世界7大奇蹟嘅第一順位啊 ，number one。胡夫金字塔咧，估計大概係喺公元前嘅2560年。我想問下，佢奇蹟嘅定義係點樣咧？佢覺得好靚、好宏偉啊？佢覺得一啲好靚嘅人造建築一定要人造嘅。OK。好，係啦，咁啊，當然啦，我哋去到後期，應該我哋可以再討論下關於一啲7大奇蹟嘅嘢啦。Okay. 但係呢個古代嘅世界7大奇蹟咧，其實就冇乜話標準嘅，就係嗰個遊歷咗好多地中海國家嘅人，佢覺得係就係啊，我哋冇乜標準可言，就唔似而家咧，我哋要有協會要投票咁樣，就好唔同噶啦。咁咧，其實呢一個胡夫金字塔咧，距今咧已經有4500年嘅歷史，勁誇張，4500年。哇！胡夫金字塔咧高146.59，但係中國有5000年歷史喎。但係你知道長城唔係咁高歷史噶嘛？長城係喺秦朝嘅時候修建噶嘛，所以大概係公元前1000年度噶咋。係啊，但係我意思，中華文化有5000年歷史。咁但係埃及都差唔多喎，埃及有6000年喎。埃及喺公元前4000年就已經開始有最早嘅古埃及文明。哇！咁啲中國人真係，我意思，因為冇咗古埃及人啊嘛。你好叻啊！你有記住我所講嘅嘢，而家已經冇晒純正嘅埃及人，而家嘅埃及人係阿拉伯人咯。係，即係可能中國都冇純正嘅中國人，但係我意思，中國保存係一個好有歷史嘅地方。胡夫金字塔咧高146.59公尺。底邊長咧230.37公尺，喺建成之後嘅3800幾年之後咧，一直都係世界上最高嘅建築物嚟㗎。咁喺金字塔嘅內部咧，我哋已知咧係有3個空間，而因為現今嘅歷史學家咧普遍相信金字塔咧係用嚟做王墓之用嘅，咁所以呢3個空間咧亦都係被稱為墓室啦，包括係法老墓室、皇后墓室同埋一個尚未興建完成嘅地下墓室。你老墓室啊？有一個未興建完㗎？未完㗎，亦都唔會完咯。即係你都唔會再興建。咁可能即係佢中間會有啲，可能有啲戰爭停止咗佢哋。係，或者可能起咗一半唔起咯。黐線呀，擱置咗。係啊，唔出奇㗎。OK。胡夫金字塔咧一直以嚟咧都係神秘學陰謀論嘅熱門主題啦。無論係喺建築上啦、用途上啦，甚至乎一啲能量學上咧，都係有好多神秘嘅學説㗎。所以一直都以嚟咧都係一個極受歡迎嘅建築物啦，甚至乎一啲話題啦等等嘅。當然啦，我哋今日咧就唔準備詳細講金字塔嘅。如果要講嘅話咧，可能要預一集專係講金字塔或者埃及啦，好似頭先我咁講，可以再講嘅。但係我哋就去到呢度完啦，好冇？好。咁咧，我哋咧就去到我哋第二個就係巴比倫空中花園啦。嗱，呢張相值得睇啲啦啩，就唔似頭先金字塔冇人想睇啦。我一直都想睇巴比倫係點嘅。
呢個咧就係預想圖嚟嘅咋，預想圖嚟嘅咋。係啦，就係咁啦。其實咧就冇想象中咁神秘啦個感覺。有啲似即係一啲靚嘅歐式建築咯。係啊，或者可能似係我哋以前鳳凰村樓上嗰個花園，即係嗰啲屋村上面嗰啲花園咯。其實好似。係啊，同埋有少少似泰國嗰啲殿啊嘛，遠睇又唔係。有啲似都。但係佢有啲似咧，我大學睇過一套戲。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嗰種就係有一種空中花園咁嘅，我成日都好想揾翻嗰套戲，我揾唔翻，我完全俾唔到 clue。佢係一套半黑白嘅戲，跟住有啲好工整嘅花園，跟住總之好工整嘅成套戲就係喺啲叢林喺啲花園度行嚟行去咁樣。我咁樣講係想有冇人可以講俾我聽？講完啦。好啊，我會指埋落去等觀眾話俾我哋聽個答案。係，唔該。咁巴比倫空中花園咧，臨近喺而家伊拉克巴比倫省希拉嘅呢個城市㗎。咁啊，大概係喺公元前600年。就同呢個金字塔爭好遠啦。傳說咧係由新巴比倫王國尼布甲尼撒二世所興建嘅，但係據記載咧，佢係為咗取悅佢嘅皇后阿米蒂斯而興建啦。阿米蒂斯咧係伊朗高原上面米底王國嘅公主，成日都思念故鄉，所以咧尼布甲尼撒二世呢一個巴比倫國王咧，就喺幼發拉底河嘅河岸旁邊咧，建造咗一個高平地好多嘅一個大型嘅花園。即係屋村平台，所以其實有啲似咯，然後咧就喺呢個幼發拉底河引啲水過去個花園裏面，就種植咗一啲伊朗高原嘅植物啦，希望令到阿米蒂斯呢個皇后咧可以解下佢嘅思鄉病嘅。空中花園咧係唯一一個咧仍然未揾到佢正確位置嘅古代世界7大奇蹟啦。現存嘅巴比倫文獻裏面咧係完全冇提到呢個花園嘅。喺巴比倫咧亦都冇發現到明確嘅一啲遺跡啊或者考古證據。所以其實佢係咪真係存在咧？係非常之存疑嘅。其實可能係嗰人 stone 咗咯。咁喺現今嘅歷史學説裏面咧，有3個理論咧去試圖解釋下呢一個矛盾嘅。第一種咧就係好簡單，成個空中花園嘅傳說咧，純粹係當時嘅人虛構出嚟嘅啫。第二就係呢個空中花園咧，確實係存在嘅，但係喺西元1世紀嘅時候咧，因為某一種原因咧，完全毀滅咗，完全咧係連遺跡啦、痕跡啦，連一塊碎片都冇揾到嘅。嗱，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應該會連同其他嘢都係咁樣噶嘛，但係其他嘢冇呢一個咁樣嘅位咧，係啦，咁就唔係好成立。咁第三種咧就係認為咧，亞述國王辛那克里布咧先至係呢一個真正打造空中花園嘅人。空中花園嘅地點咧，亦都唔係喺巴比倫，而係喺尼尼微，即係尼尼微城，係一個好出名嘅聖經城市啦，亦都係而家伊拉克另外一個城市摩蘇爾。咁其實都係伊拉克附近嘅，但係咧佢就唔係喺巴比倫。咁就係喺亞述王國嘅所在地。嗱，咁啊睇下你信邊一派咯。我覺得第三個最有可能咯，即係你有時問啲人，我永遠愛你，但我未能求降，讓步答允嗰一個嗰個鳥嗰個神社叫咩名啊？係咪千本鳥居嗰度啊？係咪即係渡河神社咯？係啊，渡河神社咁樣，啲人都可能話喺神戶啊咁樣咯，即係佢都未必覺得喺京都，即係就會有個咁樣，你去過咁多地方，邊度記得啫？因為最大嘅問題就係當年斐羅咁佢講咗6個都係真嘅嘢，冇理由特登作一個假嘅出嚟。佢唔係作，佢就記錯咯。佢唔係作，所以就係話我就覺得佢未必係作，佢未必係虛構咯。係啦。點知就係想 fit 你哋我就諗咗一個好得意，特登諗個假嘅俾你聽。我好欣賞你知道我講邊一個神社，我連首歌名都冇講。我覺得我轉數好快嗰下，因為嗰個神社嗰個signature一定係呢首歌。咁所謂嘅空中花園咧，實際上其實係建築喺梯形高台上面嘅花園，就唔係真係吊咗喺空中或者喺雲上面咁神奇咁傳說嘅。其實係啊，我一路都以為係好神奇㗎，即係。或者好似巴別塔咁樣轉上去天空之城咁樣咧。咁其實空中花園呢一個名咧，純粹係出自於希臘文 Paradisus 呢個字嘅意譯㗎。有啲天堂嘅意味喎。係啊，佢嘅字面原意咧 Paradisus 咧，其實直譯咧係解作梯形嘅高台㗎。但係因為咧呢個空中花園咧係用咗呢一個希臘文做呢個名稱啦，就後來蛻變成為英文嘅 Paradise 咧，就用咗呢一個字去意譯㗎啦。Paradise 竟然同 parallelogram 係有關係喎。好，咁古希臘歷史學家啦，斯特拉波
同埋狄奧多羅斯咧，對於空中花園咧，其實係有一個完整嘅記載嘅。咁啊，據於呢個記載咧，其實喺公元前2世紀啦，空中花園咧就毀於一連串嘅唔同嘅地震，所以就留下唔到痕跡或者遺跡啦。好啦，去到第3個咧，就係奧林匹亞嘅宙斯神像啦。哇，好有型喎！跟住啲人係咁細粒㗎，你望下啲人嘅，大概知道啲比例。係啦，呢個就係又係意譯圖嚟嘅，唔係真嘅，幻想出嚟嘅啫。但係都唔係做唔到嘅嘢啊。係啊，但係以前嚟講就好神奇。啊，都係。咁奧林匹亞嘅宙斯神像咧，放置喺奧林匹亞宙斯神廟裏面啦，位於現今嘅希臘嘅奧林匹克。咁啊，宙斯神像咧係一個坐像嚟嘅。據記載係由古希臘嘅雕塑家菲迪亞斯咧喺公元前432年完成嘅作品，高呢12公尺，係由鍍金嘅銅啦同埋象牙咧去鑲嵌而成嘅。嚇，先12尺咋？唔係好高嘅咋，其實。喂，嗰張圖啊過分咗啲啦，有啲誇張係咪啊？係啊。誇張到癲咗，12尺頂多咪2個半人，好誇張喎！你啱啱嗰張圖，幻想圖咯。咁據史書記載咧，睇上去呢個宙斯好似就嚟要企起身咁大個喎，同埋咧佢似乎係要打開神廟嘅屋頂咁高嘅喎，所以其實都唔知邊個係真嘅。但係你知道以前啲歷史記載成日都好多誇張嘅成分嘅，我成日覺得。咁啊，一位公元2世紀嘅旅行者保薩尼亞斯咧，詳細咁樣描述咗呢一個神像同埋佢嘅底座嘅。咁呢個神像咧係以有皇冠所製成嘅橄欖冠啦，坐喺咧用杉木製成嘅宏偉寶座上面，而且咧係用咗黃金啦、象牙啦、烏木啦，以及各種珍貴嘅寶石咧去鑲嵌上去，等佢做得更加靚嘅。喺宙斯嘅右手咧有一個小小戴住皇冠嘅尼克。呢個尼克咧係代表住神話中勝利嘅女神嘅。呢一座雕像咧係以黃金同埋象牙製成啦，好似頭先咁講啦。佢嘅左手咧係有一根黃金所製成嘅權杖，旁邊咧係有一隻鷹嘅。而根據記載咧，宙斯神像咧大概係喺公元後5至6世紀咧位於火災嘅。OK。去到第4個奇蹟啦，就係以弗所嘅亞提密斯神廟啊。亞提密斯好熟口面喺邊位啊？亞提密斯係希臘神話裏面嘅月亮女神啊！佢做過啲咩啊？佢啊同佢阿哥阿波羅係孖生，係龍鳳胎啦。咁同埋佢係狩獵女神咯，仲係。咁我冇結婚。呢一個咧，我決定講完先俾張相你睇。好。以弗所嘅亞提密斯神廟咧，係位於現今土耳其伊茲密爾呢一個城市以南50公里，一個叫做以弗所廢墟嘅一個地方嘅。佢喺公元前550年咧，係由居住喺以弗所嘅希臘人請呢個建築師希里特人加與塞夫隆梅塔傑拿斯兩父子咧設計興建嘅。主要係因為咧，佢哋希臘人咧佔領咗土耳其之後咧，佢哋想拜祭呢一個希臘嘅月亮女神亞提密斯咧所興建嘅一個聖殿嚟㗎。咁啊，根據古羅馬科學家普林尼所記載咯，神廟幾乎咧係用大理石建成嘅，長115公尺，闊55公尺，用127根高19公尺嘅愛奧尼柱去支撐住成個屋頂嘅。就係一棟棟柱去支撐個屋頂，典型嘅。但其實呢個 size 就可能同我哋個學校個禮堂差唔多大嘅啫。係啊，其實唔係好大㗎咋。喺公元前7世紀啦，最初起嘅亞提密斯神廟咧，佢就毀於呢個洪水嘅。咁啊，大概喺公元前550年啦，即係大概喺100至200年之後啦，由呂底亞王國嘅克羅蘇斯王咧發動翻重建，大約咧係100年之後嘅波斯咧去完成翻嘅。唔係，我想問波斯係一個族類定係咩？古波斯係一個帝國嚟嘅，係現今嘅伊朗嘅啫，係啦。OK。咁咧，大概喺公元前356年啦，當地有一個年輕人，佢為咗能夠自己成名啊，而咧用放火咧燒毀咗呢一個重建嘅神廟，勁蠢勁戇居呢啲人。好鉗啊！原來以前有啲咁嘅人。然後喺33年之後咧，又再重建修復翻，所以其實呢個亞提密斯神廟咧係經過好多次毀滅、重建、毀滅、重建咁樣。咁好多文獻啦。去到公元之後嘅262年啦，哥德人咧攻擊咗以弗所，搶劫啦同埋破壞咗呢個神廟。咁但係咧呢個神廟咧破壞完之後咧又再修復翻，而最後一次咧關於呢一個神廟嘅記載咧就去到公元後嘅4世紀。呢一個神廟開始咧冇乜人拜祭啦，因為佢哋希臘人咧開始摒棄咗呢一個古希臘嘅信仰啊，所以咧佢哋就冇再有人信古希臘嘅多神，
佢哋就開始信基督教啦。咁就開始冇咗嗰啲宙斯啊、雅典娜嗰啲就唔再信，嗰啲係古希臘人信嘅啫。咁咧，直至到401年啦，約翰一世咧帶領咗民眾就拆除咗呢個神廟，亦都將佢呢個石材咧去興建其他嘅建築，將嗰啲大理石攞去興建其他建築。咁啊，直到1869年啦，即係去到近代啦，大英博物館咧出資咗調查隊咧，就發現咗呢一個神廟嘅遺跡，亦都將部分挖掘咗嘅文物咧，就擺咗喺大英博物館嘅以弗所廳。所以你喺大英博物館咧，其實係見到亞提密斯神廟嘅一啲遺跡嘅。可能我上次已經睇過啦。唉，但唔得閒，博物館咧好容易會疲勞。今日嘅亞提密斯神廟嘅一個舊遺址咧，啲人咧就將一啲發掘咗嘅大理石咧，就拼湊而成一碌石柱咧，就作為嗰一度係世界7大奇蹟遺址嘅標記。咁就可以俾你睇下呢一張相。所以咧，其實係冇一個神廟嘅，佢而家咧就只係得翻呢一個咁嘅遺跡喺度啦。嚇，係啊，見唔見到中間呢一度有一棟搭起咗嘅柱啊？OK，咁有冇原本嘅原貌嘅預想圖？原貌咧，你就當好似巴特龍神殿嗰啲咁樣，即係一棟棟一條條柱。我就知黃大仙廟係點嘅啫。北京不過去到第5個啦。第5個係咪太陽神？唔係，第5個咧係哈里卡納索斯嘅摩索拉斯王陵墓。摩索拉斯王陵墓咧係一座位於古希臘城邦哈里卡納索斯嘅一個陵墓啦，亦都係現今土耳其博德魯姆呢個城市嘅地方。博德魯姆歡心。係，我都想講。咁墓主咧係波斯帝國嘅當地嘅一個總督，叫做摩索拉斯啦，同埋阿爾特米西亞2世兩夫婦嘅。咁咧佢係喺公元前350年左右咧去興建嘅。底部咧為一個長方形啦，面積大概係40公尺乘30公尺，高咧45公尺。而咧喺呢一個底部嘅上面咧，佢就會有一個燈座，咁就係高20公尺啦，條柱咧就高12公尺。然後再上面咧就係一個金字塔，咁啊大概個樣咧就係咁樣嘅。就係好似泰國嗰啲啊，40嚇咁咪真係泰國嗰啲咯。其實個尺數都差唔多啫喎。係啊，其實差唔多㗎咋。我其實覺得咧呢一個即係咁樣講啦，佢就係只係遊歷過地中海啦，跟住求其見到有啲勁少少嘅建築，佢就哇歎為觀止。佢有少少似寫旅遊書咯，即係好嘅唔好嘅都寫落去。呢個古代7大奇蹟好多時候興建都係喺公元前嘅時候啊嘛，咁以公元前嚟講，可能呢啲就已經真係好誇張嘅建築嚟㗎啦。佢咧其實最頂部咧係有個馬車嘅雕像㗎，咁咧亦旁邊亦都有啲石像作為裝飾啦。頂部嗰個雕像嗰架馬車咧係一架4匹馬拉住嘅一架古代戰車嚟嘅，幾有型嘅都。咁啊陵墓咧雖然歷經戰火啦，但係其實喺一段好長時間裏面咧都保持住完好無缺㗎。但係咧偏偏就係喺14至到15世紀，亦都係超級近代啦。佢咧終於咧不敵呢個地震咧而毀壞。喺1494年同埋1522年啦，聖約翰騎士團咧就因為十字軍東征啦，就奪取咗呢個地方。我都估你講十字軍東，我個腦海唔知點解出咗呢個有聖約翰啊，諗起十字軍啊。因為12世紀至15世紀完全唔知咩嚟，等你下次講。係啊，其實我可以有一日講十字軍東征，我超中意。為咗修建呢一個要塞咧，抵禦呢個鄂圖曼帝國咧，佢哋就挖掘咗好多陵墓嘅石塊咧作為原料啊，令到咧有好多本身嘅遺跡咧就攞咗去興建其他嘢，亦都甚至乎咧有傳聞咧呢個聖約翰騎士團咧，佢哋搬空咗陵墓嘅財寶，令到殘留嘅遺跡咧並唔多。OK。而其中一個冷知識就係咧，今日咧陵墓咧有一個詞語代表陵墓就叫做 mausoleum， 咁 mausoleum 咧就係嚟自於摩索拉斯呢一個名，就係因為呢個陵墓太出名啦。係公元前幾耐話呢一集其實？佢公元前350年興建好，但係頭先我話聖約翰騎士團搬走晒啲嘢係14、15世紀，都經歷咗1700年之後嘅事。即係公元前耶穌未出世，跟住其他嘢。件咁嘅嘢其實都幾誇張。其他嘢就好悶嘅，跟住就呢啲嘢好特別，都係嘅。但係唔係啊？因為咧有得比啊嘛，呢個同埋金字塔或者呢個同埋嗰個太陽神咁樣咧。你好中意太陽神，我 feel 到，所以嚟緊咧我哋就講太陽神啦。咁啊，第6個7大奇蹟咧就係羅德島嘅太陽神巨像。羅德島嘅太陽神巨像咧係一尊太陽神海利歐斯嘅青銅像嚟㗎，曾經咧直立喺希臘嘅羅德島上面嘅羅德港嘅港口，大概咧係興建喺公元前嘅292年啦，至到280年。羅德島嘅太陽神銅像咧係為咗慶祝安提阿王朝國王德米特利一世喺公元前嘅305年咧包圍羅德城失敗咧，佢哋抵禦成功咧而興建嘅。呢一尊太陽神海利歐斯嘅青銅像咧，大概高超過30公尺啦，
亦都係當時世界上最高嘅青銅像嚟㗎。現代嘅工程學家咧，曾經根據當時嘅技術咧，去推測出一個合理嘅建築方式。佢哋咧其實係冇考慮到現今嘅地震工程嘅。經過電腦嘅模擬顯示啦，其實一次嘅地震咧就可以導致佢啲釘啊或者嗰啲拼湊嘅方式咧會失效，產生連鎖嘅反應，成尊太陽神像咧就會冧㗎啦。30尺即係4樓啊？大概咯，其實都幾高㗎，你諗下。都高嘅，如果係一個企喺度嘅銅像。但我以為咧，佢啲人係要捐過去咁樣穿過個海峽㗎嘛。啲船咯，佢會有嘅。但係咁都得，都做得到。但係船嚟講，只可以係威尼斯嗰啲船仔咯。我以為係大船啊，即係佢可能係一條橋嘅 size 咯。但係咧，如果你睇嗰幅圖嘅話咧，其實係好誇張啊，好有。就係因為嗰幅圖呃咗我咯，我又係以為真係好大咯。嗰啲七大奇蹟原來唔係好大嘅啫。嗱，係咯，佢講到咁大喎，呢度點止30公尺啊，3000公尺都有喎。好似我哋嗰次去到睇呢個巨石陣咁樣，以為好大，點知去到即係之前同 Billy，我上年去咗揾 Billy 咧，跟住諗住去睇巨石陣，以為好巨啦，跟住行到下，佢都係一個禮堂擺得晒嘅嘢咯。咁據說咧，羅德島嘅太陽神銅像咧完成咗之後咧，只係屹立咗54年咁耐嘅啫。直到羅德島喺公元前嘅220年咧，遭到強烈嘅地震侵襲咧，就令到呢個太陽神銅像冧咗啦。埃及法老王托勒密三世咧曾經試圖咧提供資金去重建翻呢個太陽神嘅銅像㗎，但係就係因為古希臘嘅阿波羅神女祭司皮提亞咧，令到羅德島人相信咧呢一件事咧係會冒犯到太陽神海利歐斯，所以佢哋咧拒絕重建呢一個銅像。OK。咁根據古希臘歷史學家斯德拉波嘅記錄啦，太陽神銅像嘅殘骸咧，其實係維持咗喺當地咧800年咁耐㗎，亦都冇乜點樣破損㗎。有好多咧曾經去過旅行嘅旅行家，即係古代嘅旅行家咧，都對於呢一個殘骸咧印象深刻㗎，即係都曾經見過哦，呢個就係當時太陽神銅像嘅殘骸咁樣。但係去到而家咧，就羅德島咧就見唔到呢啲殘骸㗎啦，所以亦都冇乜遺跡可言。冇㗎，完全呢個，但有記載。都冇嘅，係啦，但有記載係啦。OK。好啦，到最後一個啦，就係亞歷山卓嘅燈塔，好似巴別塔咁啊，講到。哇，好靚喎！佢有少少似咧早排食雞咧有個水城咁樣。呢個亞歷山卓嘅燈塔咧係位於埃及亞歷山卓對面嘅法羅斯島上面，亦都被稱為咧法羅斯島燈塔。大概係喺公元前283年由小亞細亞嘅建築師索斯特拉特咧去設計嘅，喺托拉密王朝嘅時候建造嘅。由於歷史嘅模糊記載啦，預計嘅高度大概係喺115至到140公尺之間。咁喺倒塌之前咧，可能其實只係僅次於胡夫金字塔啦，同埋卡法拉金字塔第3高嘅一個建築物嚟嘅。咁由於法羅斯島咧缺少用於航海嘅一啲地標啦，所以其實呢一個咧位於港口嘅標誌咧就非常之重要。而呢一個咧亦都係燈塔咧喺設計當初咧佢所具有嘅功能，就係為咗令大家見到佢，然後用於航海所用嘅。燈塔嘅頂部咧有一個巨大嘅鏡啦，同埋有長年咧都唔會熄嘅一個火焰。咁嗰啲古代人咧要求燈塔嘅燈光咧至少喺35英里之外咧就已經能夠見到嘅。咁一個未經證實嘅傳說就提到燈塔嘅光咧，其實係可以咧令到敵人咧嘅船咧喺未去到個港口之前就已經燒着嘅，勁誇張，唔知得唔得咧？燈塔咧係一座咧以淺色大石塊所塑成嘅一個磚石嘅建築啦。燈塔咧係由3部分組成嘅。嗰陣係咪唔興有燈塔㗎？都會有嘅，但係咁巨大嘅可能就比較少啲。咁底層咧係一個以混凝土核心所做嘅正方形地基啦。中部咧係一個八角形嘅塔身啦，而頂部咧係一個圓形嘅燈火流。咁喺最高點嗰度有一個巨大嘅鏡啦，就係用嚟反射咧白天嘅太陽光啦，同埋夜晚嘅燈火嘅。我覺得比我想象中同我想象中嘅燈塔好唔同喎，因為佢有啲似啲堡壘。哦，係啊，其實有啲似，我都覺得係。呢個燈塔咧喺公元後嘅1303年啦，同埋1323年2場地震咧就摧毀咗呢個燈塔。喺公元後嘅1480年啦，埃及嘅國王馬穆魯克蘇丹已經係蘇丹，即係已經係阿拉伯人啦。為咗抵抗外來嘅侵略咧，就利用咗呢一個燈塔所遺留嘅一啲石料嘅遺址咧，建造咗而家嘅蓋特貝城堡。咁蓋特貝城堡依然係喺亞歷山大港嗰度嘅。咁但係咧，佢有好多石料其實係用咗當年燈塔嘅石料，所以咧令到呢個燈塔嘅石料咧有好多一係就沉咗落海，一係就用咗嚟興建呢個城堡啦。哇，好似嗰隻船啊！咁到底佢仲係咪嗰個燈塔咧？特修斯之船係啊，啱啊。好啦，
咁啊，其實咧七大奇蹟就講到呢度啦。咁其實咧現今咧我哋咧都會有好多唔同七大奇蹟嘅。咁啊就我頭先講到，大家會有機會唔小心混為一談嘅七大奇蹟，就有分別咧中古嘅七大奇蹟啦，同埋現今嘅新七大奇蹟啦。咁啊，不如數一數我哋中古嘅七大奇蹟有邊7個啦？就係羅馬競技場啦，亞歷山卓地下陵墓啦，萬里長城啦，巨石陣啦，大埔欣子琉璃塔啦。巨石陣。大埔咩啊？大埔欣子琉璃塔喺中國嘅南京嘅，同埋比薩斜塔啦，同埋聖索菲亞大教堂。我以為大埔7個嘅，好笑。OK。係啦，咁呢啲就係叫中古七大奇蹟啦。但係呢個中古七大奇蹟咧，其實係冇任何公信力啦，亦都冇乜以前歷史嘅記載，只係啲人傳出嚟嘅啫。咁啊，直到咧去到近代啦，有一個叫做咧新七大奇蹟協會，係由瑞士所組成嘅。佢哋咧就發起咗一個票選嘅活動。因為由於咧古代嘅世界七大奇蹟咧已經有6項咧已經唔存在啦，而且都係集中喺地中海嘅地區。咁呢一個瑞士嘅協會咧就希望經過票選咧就投出一個新嘅七大奇蹟。佢有幾個條件㗎，就係第一定要係公元2000年之前興建啦，其實好放寬啦，2000年前即係1999年都計喎。第二就係一定要係人造之物嚟嘅，唔可以係天然，因為佢要講人類嘅奇蹟啊嘛，咁樣。咁啊，就經過好多唔同嘅一啲票選同埋投票啦，新嘅世界七大奇蹟咧，終於喺2007年咧就揭曉啦。咁啊，分別係邊7個咧？胡夫金字塔。胡夫金字塔咧係一個後續故事嚟嘅，佢唔係新七大奇蹟之一，但係我可以再講多次。有冇 combine 咗之前嗰啲？冇，全部都係現存仲喺度嘅。哇！完全估唔到喎，泰姬陵啊！啊，中啊！兵馬俑。好出名嘅喎，萬里長城咯，一段嗰個萬里長城咯，係啦。咁頭先都有啊嘛，近代嗰個都有嘛。跟住歐洲就有喺羅馬嘅羅馬競技場。係啦，羅馬競技場第3。有一個喺巴西，一個喺約旦，耶穌像。耶穌像中，然後咧仲有一個喺約旦嗰座廟。我知你講邊個，我有去過嘅佩特拉古城。係咪啊？係喺啲石嗰度掘出嚟噶嘛？係啊，個城。咁啊，仲有2個，一個喺秘魯，一個喺墨西哥。秘魯咪嗰個咯 Machu Picchu 馬丘比丘係咪啊？係。另外一個係邊啊？墨西哥。係嗰個奇琴伊薩嘅金字塔啊！呢個金字塔喺墨西哥㗎？係啊，墨西哥㗎。咁可以去喎！我哋而家好近墨西哥，我咯。係啦，咁啊，其實呢個世界新嘅七大奇蹟咧係有好多爭議嘅。咁首先咧就係有好多埃及嘅人啦，就覺得你呢一個根本就係挑戰緊吉薩金字塔嘅古代世界七大奇蹟嘅地位啦。因為佢作為現今唯一存在嘅世界七大奇蹟，你又搞一個新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協會咧，最後咧就將呢一個吉薩金字塔咧就評為咗佢係榮譽世界七大奇蹟，佢永遠都係㗎啦，所以佢就唔係新㗎啦，佢就係一個榮譽地位嘅有一個。就係咁啦，即係我覺得呢啲都係個名嚟嘅啫。係啦，所以咧，另外一個爭議就係大家都覺得呢件事太 commercial， 點解要選一個新嘅七大奇蹟咧？其實係冇意思，同埋呢一個投票嘅方式其實都好奇怪。都唔係㗎，因為你傳咗落去幾百年之後咧，啲人就會見到個記載，佢哋當時就認為係呢個，跟住鐵實覺得係咯。咁所以咧，大家都對於呢一個投票嘅機制係好有問題啦，覺得好 commercial 咁樣。另外咧，亦都有一啲柬埔寨嘅人咧，都覺得點解吳哥窟唔可以係咧，所以就係啦，即係其實有好多咧排喺第8位啊、第9位啊、第10位嗰啲，其實佢哋係非常之唔高興，覺得點解我哋入選唔到？例如有啲咩咧係非常之唔高興咧？吳哥窟其中一個啦，復活節島嘅摩崖石像啦，都係其中一個非常之唔高興㗎啦。即係係咪Dum Dum嗰個？係啊，Dum Dum。咁所以呢一個新嘅世界七大奇蹟咧係非常之有爭議，就係咁啦。有冇咩想發表啊？我今日要分享嘅就完㗎啦。世界七大奇蹟啊，冇㗎，我真係覺得咧，佢可能嗰陣時就係寫一本旅遊書咯，跟住就即係一個好主觀嘅睇法嚟嘅啫嘛。你再 lame 啲咁樣諗咧，可能就係新假期寫咗東京必食嘅10大餐廳，跟住之後流芳百世之後，呢10間餐廳就係日本傳奇級嘅世界10大餐廳咁樣。係啊，就係咁樣咯，我完全覺得係咁樣咯。即係你依家咁樣選咗，講緊嗰個認受性，大家係咪真係覺得哇？呢啲建築係咪真係最咩咧？同埋佢係全部都係古建築嚟嘅喎。係啊，明明佢開個嘢就開到99年，佢咁樣都唔擺下雙子塔，係啊，所以就係即係選下㗎咋。係啊，好似啲雞腳咁樣咧，選下就唔使認真食㗎。
但係流芳百世之後，佢就會哇！以前都係2020幾年嗰啲人咧，鐵定嗰度咧就係全世界最勁嘅7大遺跡啦。但係而家就將古代7大奇蹟講到好似神咁，即係大家就覺得哇好神秘啊，好勁一樣。講法嚟嘅。咁我今日咧要分享嘅就去到呢度啦。大家記得中意嘅話就 share、like、subscribe 我哋所有 social media。有想聽嘅話題可以留言俾我同 Vanessa， 等我哋講，等我哋唔使諗到頭都爆。就係咁啦。但係又唔好太難。OK， 好。咁啊，拜拜，下次再見。